係黃義興，大家好，我是王義興。其實易德出版咗之後咧，有好多唔同嘅讀者俾咗好多意見，包括係內地嘅讀者啦、台灣嘅讀者同埋香港嘅讀者。咁當中當然大家都會有好多一啲欣賞認同嘅地方，但係俾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反而係有好多嘅男讀者咧，即係佢會可能 email 或者當面喺書展見到你面同佢講就黃義興，我不嬲都唔係幾中意你個人㗎，你啲書我都冇睇嘅，但係估唔到咧，因為睇咗火鳳啦，覺得你個人 OK 喎咁我諗印象最深刻同埋最過癮就係呢一點咯，即係你諗下世界上有啲乜嘢俾一個人原本唔中意你，但係最後都俾你打動到，有啲咩比佢更痛快？咁所以印象最深刻就係呢個咯。其實咧原本應該咧好多讀者嘅期待都係第一集就應該先出鳳仙。咁但我份人就好唔中意俾人估到啦，都想俾一啲驚喜大家，咁所以就將原本應該擺第一集嘅鳳仙咧，就擺咗第二集。咁其實都應該係咁，因為始終呂布呢一個角色係陳某佢最喜歡嘅角色啦，亦都係好多讀者覺得佢係最有力量、最有魅力嘅一個戰神。咁所以第二期出係因為要呼應翻大家嘅期待，其實都可能係千呼萬喚始出來。其實陳某用咗10年嘅時間嚟寫呂布咧，即係由佢同董卓佢兩個叫做結義咗父子，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開始，到佢白蒙牛死都用咗10年時間。咁所以喺 real time 嚟講咧，呂布可以俾你寫發揮嘅空間其實都真係有限。咁我自己處理呢個鳳仙嘅情節嘅時候，我反而係諗咧就係話。如果大家係火鳳嘅超級讀者咧，你應該知道就係佢一出場嘅時候咧，已經係董卓身邊嘅一個義子啦。好犀利嘅20傳呂布，佢都進行咗好多不可能嘅任務。而佢出場第一句説話、第一句對白咧，係世間上已經再冇對手啦咁樣。咁因為我本身係文學出身，我好相信一個角色佢第一次出場嘅時候，第一個動作、第一句對白其實有好重要嘅象徵意義。咁喺嗰刻我就開始去諗。究竟喺火鳳第一集之前嘅呂布係一個咩樣嘅咧？即係個咩嘅人？點解佢可以咁犀利、咁聰明、咁有智計嘅咧？咁我就開始調翻轉頭去揾翻佢嘅少年時代，就係話佢如何一開始去認第一個義父丁原，然後利用完佢之後去攀附董卓。咁當中嘅一啲細節係點嘅咧？同埋我成日有一個諗法就係話，一個依家你覺得好聰明、好勁嘅人，究竟佢係一開始生出嚟本身天才就天才好勁，定還是佢都經過一個學習嘅過程咧？咁所以呢本鳳仙其實我係寫嘅就係呂布，即係戰神呂布嘅一個學習時代。咁我從呢個角度去到補足翻一啲大家喺火鳳揾唔到嘅呂布嘅一啲空白部分。知道陳某好中意呂布，我今次處理呂布嘅做法就係令到陳某都中意埋我。唔係，其實正經地講咧，因為陳某佢太愛呢個角色咧，所以佢喺處理嗰方面已經做得非常之淋漓盡致。咁所以我要做嘅就話，譬如話係補足翻佢喺白蒙牛死咗嗰一段嘅時候，有一啲係因為漫畫嘅連載，所以表達唔到嘅部分。即係譬如我同陳某一開始傾閒偈嘅時候，我都話覺得呂布咁出色、咁有魅力嘅一個角色咧，佢冇理由白蒙牛死嘅時候好似有少少太過倉促嘅感覺。咁所以我都會做翻呢個部分，就喺個心理描寫嗰度，究竟佢呢個英雄去到末路嗰個咁荒謬嘅結局究竟點嚟嘅咧？咁同時亦都希望可以由佢成長嘅期間一路捕捉，俾大家有一個更加豐富立體嘅戰神，同埋用一個孝義嘅角度去詮釋不是人呢3個字。其實今次寫呢一個鳳仙咧，我自己比較有心或者有感情嗰種所謂嘅友愛擺落去嘅話咧，即係除咗呂布之外咧，我諗就係高順同埋丁原。即係高順其實佢係呂布陣營入邊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嚟嘅。咁但係喺漫畫嘅部分，雖然有一個好有型嘅出場同埋一個好悲壯嘅結局，
但係佢點樣認識呂布，點樣去到賣名，其實我自己對呢個有好多幻想空間。咁所以今次喺鳳仙嘅外傳，我都有咗少少嘅篇幅，希望可以捕捉到呢一點。咁此外就係丁原啦，其實丁原喺《三國志》入邊咧，佢只係得一個少少嘅幾句説話去講，就話佢為人警急啊，話佢勇武啊，騎射非常之好。咁但係我成日都有一個諗法，就係話佢能夠作為呂布第一個嘅義父，即係俾呂布呢一個人，佢可以願意去依附、去學習，甚至係利用完之後，去掉開佢嘅。其實佢一定有佢一個個人之處，即係佢應該唔淨止係一個叫做咁普通嘅莽夫。咁所以我處理佢嘅時候，我亦都覺得呢個角色應該背後有啲嘢嘅。咁我用一個霸王角度將佢同董卓擺埋一齊，希望可以有啲新嘅火花擦出嚟。其實我寫鳳仙之前咧，咁睇咗《火鳳燎原》嘅呂布咧，我就覺得佢係一個好有魅力嘅一個梟雄，或者一個好有型嘅一個人物。咁但係寫完之後，真正自己投入咗個感情嗰度，發覺其實佢雖然叫做所謂嘅不是人，但係同時我都比較同情佢，係因為一啲比較傳奇嘅人物咧，好多時候唔知點解個結局都係幾荒腔走板，同埋好似流星一閃而逝。通常結局嘅 ending 都係叫做不得善終，甚至係有少少你覺得好荒謬。點解之前勁到咁，後來會咁落魄嘅咧？咁所以處理呂布嘅時候，我都有呢一種嘅憐惜同埋唔捨得咯。咁同埋我都會用一個孝義嘅角度去睇翻呂布呢個角色，就係其實所謂嘅不是人，佢一路都出賣佢所謂嘅義父或者佢身邊嘅人。咁但係咪當佢嘗試想自己有翻一啲嘅親情嘅時候，佢就係佢墮落同埋失敗嘅開始咧？咁我對於呢一點我自己其實幾有感觸。《火鳳燎原》外傳小說第2回鳳仙，10月28號香港、台灣同步上市。鳳仙之後下一本係咩？其實出邊嘅外文朋友都賭得好大嘅。咁我自己咧，當然依家講嘅話，我諗都應該會俾外文莊家追殺。咁所以我只係可以講少少，就係話同《火鳳燎原》嘅原創人品係有關嘅。咁至於究竟係以咩人或者咩一班人嚟到做一個嘅主角嘅話咧，咁啦，我哋用翻《火鳳燎原》經常會有對白啦，我哋約定一個日子啦。就喺呢一個11月嘅19號，至於農曆初幾，大家自己就去查通勝。咁我喺11月19號會喺我嘅微博嗰度咧，去到同大家公佈呢個咁重要嘅秘密嘅。咁所以大家真係有興趣嘅時候咧，到時上我微博度睇。提我喎，可能唔記得㗎。